第八輯削球打法，轉章考核內容及具體方法。削球轉章共有7個項目嘅技術考核。第一項，正手中台拉或弓上旋球。考生要喺端線離台 1.5 至2米嘅位置連續拉上旋球，2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，要求落點一斜線一直線。考生拉球必須要有摩擦，令球有旋轉質量，否則命中嘅球數都會被扣質量分。動作協調及命中指定目標達18球或以上可以得到3分。第二項，正反手削中線弧圈球。發球機發上旋球至中路，正手及反手交替削球，3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，弧線不可高於球網20厘米。動作協調有摩擦，命中達25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三項，正反手不定點加轉削球。考生要於端線離台 1.5 至2米嘅位置，用正反手加轉削球，3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，動作協調有摩擦。第1至15球要接到1區，第16至20球要接到2區，命中達20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四項，正手或反手組合配套發球，要求發出側上及側下旋嘅斜線及直線長球，再配合側上或側下旋短球，即係發直線短球、直線長球、斜線長球及斜線短球，4球一組，發3組，2次機會。第一組發側下旋短球及長球，第二組要發側上旋短球及長球，第三組需跟指定嘅落點，但不需要跟旋轉。整體嘅旋轉要有區別，質量要好，命中達10球或以上可以得到3分。第五項，接發球，接不固定旋轉及落點嘅發球，並將球接到指定嘅落點，10球為一組，2次機會。第1至5球接到1區，第6至10球接到4區。接發球方法要正確，回球質量好，命中6球或以上可得3分。第六項，削中反拉或攻球。削接弧圈後，接側身或正手反拉或者攻球，落點要求要到第1區或第3區，20球為一組，1次機會。淨係計算側身反拉球嘅落點，命中要達16球或以上可以得到3分。第七項，步法，全台不定點。呢項要求考生接不固定長短球落點及次序嘅來球，30球為一組，1次機會，命中達25球或以上，並且步法靈活，可以得到3分。以上7項技術攞滿分可以得到21分之外，擊球動作、擊球質量同埋靈活性滿分可以攞9分，即係削球轉章技術試滿分為30分，合格分為20分。